單位都可以做到嘅極致收納，每個角落都用到盡。入戶門書櫃好有質感，木色好溫暖，層板燈一開，擺書同裝飾品都好靚。收納展示兩不誤，組合櫃嘅收納能力強，上層玻璃櫃可以擺啲珍藏嘅模型同書，下層櫃桶同櫃門可以收埋好多雜物，仲有側邊書架，擺書好方便。衣櫃用推拉門款，唔止靚仔，仲好方便，上邊掛衫，下邊擺啲唔係成日着嘅換季衫，收納能力直接拉滿。呢個隱藏式化妝台好正，平時唔用收埋，慳位又整潔，用嘅時候拉出嚟，鏡子、抽屜一應俱全，化妝、做嘢都得。上床嘅樓梯櫃超實用，每級都有抽屜，擺衫或者雜物都得，完全唔浪費空間。小朋友上下床都好方便，單人床圍欄設計安全，瞓喺度望落去，成個房收納整齊，住得好舒服。想整同款 ，PM 我攞報價單，免費設計等你拎。